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家名录学院，我是图资中阿忠古。今日老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工智慧老伦理，就是翻译讲的人工智慧与伦理哈。呢节课分做三大部分哈，分别是人工智慧用扮演定义啊，用扮演分类，韩国咧人工智慧有乜嘅优点、缺点，有哪度嘅看起来问题可以tìm出来。喺人工智慧用扮演运用吼，三点哦，大家了解一下人工智慧，佢係用扮演來哈。人工智慧其實嘅英文哈，做很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講機器智能啊，乜嘅意思咧？就人類製造出來哈，做在解決人類智慧相關嘅應對嘅問題，像係講學習啊、解決問題啦，還有模式嘅編輯啦，用把伊學習過後來去回答人嘅問題。啲頭擺吼傳說地度就講到吼，頭擺嘅故鄉啊，做在製造嘅人錯嘅。過後咧，有本地嘅智慧，韓國本地意識。第一隻就係人工智慧，人工智慧，人工智慧。來看一下記憶，人工智慧係利用電腦來表現人類智慧嘅技術，來睇下南市演講。人工智慧係利用電腦來表現人類智慧嘅技術。人工智慧係利用電腦來表現人類智慧嘅技術。人工智慧是利用電腦來表現人類智慧的技術。